谣言甲疫苗。从到今，人类为着生存，一直在甲微生物引起的传染病对抗。伫这场人甲微生物的千年战争里，咱人是战死的时阵较济。直直到要400多年前，疫苗的技术发展出来了后，咱人才伫这场战争里有力啊赢面。疫苗的原理就是互健康人经由注射，也是其他的方式，刺激身体内底的免疫系统，互身体伫咧拄到真正的病毒也是细菌的时，会使用上有效率的体内反应，把这个有害的微生物消灭。安尼人就袂破病。天剪豆上无伫500年前，就伫人类社会内底流行，而且逐摆的天剪豆失忆，拢造成真侪惊吓甲性命的死失。利用人豆来预防天剪豆的法度，是上早发展的疫苗技术。这个法度是伫健康人的身躯顶画一个空喙，再搁伫空喙里勾刮天剪豆患者的人。除去这个法度，还阁有甲患者不人煎打的皮磨做粉，互健康人士。安尼了后，看好歹运，有的人会得到对天剪豆的免疫力，较衰的煞去得到天剪豆。到1796年，英国医生简罗发现，互健康人去喂牛的豆，嘛同款会得到对天剪豆的免疫力。自安尼起，牛豆才做天剪豆的疫苗，健康人就毋免阁搏性命去种人豆。经过183冬以后的1979年，世界卫生组织宣布讲，天剪豆已经互咱消灭啦。简罗发明牛豆疫苗10冬了后，英国的皮亚森医生为马尼拉把这个技术载来麦口，佮甲当地的囡仔注射疫苗。虽望安尼，种牛豆并无伫大清国真做制度性的公共卫生政策。所摆清国时代的台湾，也是伫种人豆。日本殖民台湾的第2冬，有汉医伫台南甲人种人豆，所造成天剪豆的失忆，成百人受感染。致使台湾总督府民政局经发布命令，禁止种人豆。其实，台湾总督府自1896年迄卡豆，就开始在制定法规，一步一步伫台湾催杀牛豆疫苗的注射、种植。为统计的数字来看，日本时代虽然也有天剪豆在流行，不过社会里已经袂少人有种植，染到天剪豆的人数趋势是直直在降低。1942年的时，敢若有一个染到天剪豆。侥幸的是，日本战败离开台湾了，新来的中国移民把天剪豆病毒炸来，致使1946、1947连续2冬发生天剪豆失忆，超过6000个人得标。这个历史互咱的教示是，制度性的自预防射确实会使真有效率来控制传染病。若自预防射的人数无够额，步边来一个境外散入的病毒，传染病可能就会大爆发。现此时，真侪传染病拢因为疫苗的进步得到控制，社会的卫生嘛有较稳当的保障。不一个，煞也有人世界在喊，讲什么自预防射会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，甚至讲自预防射会互囡仔得到奥体症。伫英国，捌因为这个疫苗谣言，一寡爸母煞毋敢互囡仔注射赤疮疫苗，致使12000多人出票。一人传喜，百人传失。
即句言语的意思，就是讲，风声若侪人喊话，都若真实的代志。家己信是害着家己，若四界喊，都会害着别人。咱无得互谣言吓惊着，煞来相信伊，爱去了解疫苗的科学，千万毋通甲保护健康的当作损害身体的，则是